寒宫，不得擅入！赵晨毅，你在这儿做什么？我来这儿看我的好朋友，那是阿武，上来就砍手，这么狠。云竹，我听四药司的太医说他生病了，我不放心，想过来看看。未曾听说他生病啊。我还是担心他，我进去看一下啊。是徐有正的人。云竹，我要休息了，没有胃口。云竹，小贾，快快快！你的脸色怎么这么差啊？快让我看看，你怎么了？还好还好，只是受了点风寒。我一会儿给你开点药，你吃了就好了。不必了。怎么能不必呢？小病不治，必定会拖成大病的。不过我真没想到，你怎么会被送到冷宫来啊？你是看到我写的信才来看我的吗？信？什么信啊？哎，我是偶遇四药司的太医，他们说你病了，我着急，所以就跑过来了。可是我明明给你……所以你不是故意不来看我的？我怎么可能故意不来看你？我都快急死了，好吧？那太好了，我以为你再也不理我了呢。我怎么可能不理你？你看，你给我的手镯，我每天都戴着呢。小贾，有人说你是为了利用我，达成目的之后就再也不会管我了。怎么可能啊？是徐有正告诉你的吧？四殿下何出此言？这冷宫里里外外都是徐有正的人，把这儿围得滴水不漏。我可告诉你，徐有正是一个心术不正之人，靠近他，对你没有好处。不是云竹，你怎么还认识徐有正啊？他有没有对你做什么啊？多谢四殿下告诫，徐大人或许有他的不好，但我觉得他不是坏人。他怎么可能不是坏人？就徐有正那个人做的事情简直是人神共愤，好吧？小贾，我知道你是为我着想，但是谁对我好不好，我自己能感觉到。你看这冷宫是不是一点都不像冷宫？这些东西都是他送来的。那时要不是因为徐大人，我在这冷宫里无人问津，可能早就死了。徐大人，我相信他不是坏人。哎呦，云竹，你可不知道徐有正那心思有多诡谲。我跟你讲，你要提防着他，千万别让他害你啊！我相信我所看到的，不管徐大人对别人如何，我相信他是真心待我。好吧，好吧，既然你相信他，我也不好说什么。反正啊，你若有事情一定要告诉我，知道吗？嗯。我最近也会多来看你，到时候我把药给你送过来。大人，索皇子在里面。那需要卑职进去守着吗？不用了，他不会对云竹做什么，只要他开心，比什么都重要。咦，嘿嘿，你来找我干嘛呀？想听我给你讲故事啊？不要再去找云竹了。为什么呀？云竹现在在徐有正的掌控之中，我觉得这就是引你入局的圈套。你放心，云竹我会派人帮你照顾，你不可再去。你看，你明明这么在乎我，还说你心里没有我。我跟你说正经事儿呢。啊，我也是在认真的回答你啊。云竹是我宫里唯一的好朋友，我不可能不去看她的。就算那是徐有正的圈套，那我还是他的我这一次一定听的，你放心吧。是不是我跟你说什么都没用？不是每一次都有机会救你。哎，上次还是我救的你呢。你放心吧，我会自救的。走啦，晚安。
云竹，来，你把这药喝了，病能好得更快一点。你现在呢，就是思虑过重，再加上夜间门窗没关好，吹了冷风。但是呢，我向你保证，这药喝上3碗就好啦。小佳好厉害。哎，对了，这药苦吧？尝尝这个。啊，好甜，谢谢。你现在变成这样，全都怪我。当初就不应该让你在心上人面前出风头。我们之前不是说过了吗？这不是你的错，你之前也没有办法预料到今天的情况。不过呢，我会好好照顾你的，你放心，相信我。哎，对了，你饿了吧？我去给你做药膳，这药膳味道保证好，觉得你吃了又想吃。药喝完。徐大人，抱歉，是我没有照顾好你。徐大人已经待我极好了，不必如此自责。我应该早点把你的情况告诉陆姑娘，这样你就不会生病了。没关系，小贾他能来看我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他没有不理我。红枣去核，山药，枸杞，徐大人，陆姑娘，徐大人，请问您来这儿干嘛呀？我知道你见了云竹，您问这些做什么？你可以常常去看她，她看到你很开心。我当然会去经常看云竹了。不过，徐大人为何会如此关心云竹啊？你只要让她开心，好好发挥你的作用，将她的身体调养好，其他的你无需多管。她的眼睛不太舒服，你多陪陪她。多谢。哇哦，我好像闻到八卦的味道哎。孙大人，这是我做的药膳，您尝尝。不错。孙大人，您看，这是我新写的医案，里面是关于虚弱症状的总结。您看看，如果不错的话，要不要考虑下收我为徒啊？你还真是不放弃呀！大人您放心，如果您收我为徒，我绝对不会辱没您的衣钵。为师就破例一次，收下你这个女弟子。路人甲，拜见师傅。好好好，起来吧。不过师傅，您怎么突然愿意收我为徒啦？你这个拜师啊，真是牵动了太多人的心。师傅，您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不太明白。太后亲自下令，命我收你为弟子。太后？是，不过若不是你这么上心用功，
我才不会这么轻易的答应呢。好了，既然得到了机会，就要抓住。来，看为师手上的这本医案。你看看，这剂药啊，应该这样调配。今吾在此，收路人甲为亲传弟子，告知天地以见证。向天地宣告你的誓言吧。我，路人甲，今日告知天地，我愿献身医学，恪守医德，尊师守纪，刻苦钻研，孜孜不倦，精益求精。我决心竭尽全力除人类之病痛，助健康之完美，维护医术的圣洁和荣誉，救死扶伤，不辞艰辛，执着追求，为祖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人类身心健康奋斗终生。我将继承师门衣钵，以救扶天下苍生为己任，不负医德，不负师门，不负众生。苍天为证，以此为戒。从今天起，你便是我的亲传弟子了。师父，请受徒儿一拜。禽兽，恭喜亲达成了拜师太令的任务。哎，你不是说有奖励吗？拿来吧。啊，对，医学秘籍啊？不是，我再给你找找啊。诶，棒棒糖？哎，不是。诶，这写的什么啊？替身木偶一枚。要不是我抢得快，一会儿你又说不是。他能变成人吗？是的，在亲需要的时候，他就会变成亲需要的样子，在所有人眼中都不会被看破。时效2个时辰。哎，那你教教我，他怎么用啊？具体方法嘛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咦？哎，你这个人每次说到重点就不好。你长得还挺可爱的，胖胖的，跟我一样。太子妃安，小贾来了。嗯，我最近也不知怎么了，特别招蚊子。这中秋都过了许久了，我还在被蚊子咬。太子妃，您这是怀孕之后体温升高，所以招惹了蚊子。过几天我做几个香包给二位送过来。还是小贾最贴心。小贾，我倒是没被蚊虫叮咬，香包我就不用了。太子殿下，您没有被蚊虫叮咬过吗？自从入夏以来，确实听见过蚊虫飞过的声音，倒是不曾被咬。我给您把个脉吧。小贾，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没什么大问题。太子您还是有一些虚弱之症，最近要多多调理才是。或许只是我不招那蚊虫喜欢罢了。
心儿，不与我生气了？心儿怎敢与四殿下置气？心儿是过来看看殿下是否安好。你要是想我安好，就让我将你送出宫去。我若是出了宫去，还有谁来提醒殿下您？某些人不得不防。路人甲现在每日守在永延宫，寸步不离，连入了夜都不肯回梨花院。他仗着太子妃有孕，对太子极尽献媚，这已经是整个永延宫公开的秘密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觉得这个女人手段厉害，不仅美人计、苦肉计使得好，还会见风使舵，傍上太子做靠山。放肆！一派胡言。行，就当心儿此次白来了。心儿，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真是枉费老师对你的教导。你还是速速准备，让我将你送出宫，与小康团聚。我不走。老师生前将你姐弟二人托付给我，倘若你真的出点什么事儿，你叫我怎么告慰老师在天之灵？我不管你现在做什么，立刻收手。这些年来，殿下看在家父的份上，对我姐弟照拂有加，心儿感激不尽。但从今往后，心儿做的任何事情，都与四殿下无关。你最近心事很多啊。没有啊，你眼下的痕迹都快藏不住了。我最近确实有事儿，但是还没想明白。那就等你想好了，再跟我说就好了。大哥说什么如此高兴啊？老四，你今日怎么得闲来我这里？臣弟来看看大哥有何需要。我能有什么需要？无非就是每日在这里休养身体。太子殿下，您没事吧？要不要我扶您进屋啊？无事，就是后颈有些痒意罢了。我扶你走走吧。啊，不用了，我来就好了。老四，让小贾来吧。殿下，阿慧，怎么不叫臣妾一起？小贾说你孕初期好不容易睡个安稳觉，所以就没好打断你。还是殿下你更要注意休息。好，那我们先进去吧。走吧。宋大哥。我知道你是关心大哥，你这个傻丫头，再这么下去，你身体如何受得了啊？师傅，怎么这副没精神的样子啊？师傅，我有事想请教您一下。说。最近天气炎热，但是太子完全不受蚊虫所困扰。我给他把了个脉，但是也没有看出来是什么情况。你说是太子？对，因为太子之前不是有被下毒的前车之鉴吗？所以我还是很担心。你误会了啊！太子没有被下药，我近日为太子请了平安脉，没有任何异常。那这蚊虫是怎么回事啊？太子从小多病，久服药物，是体内多少堆积了一些药性，才会不被蚊虫所扰啊！啊，那太好了，
谢谢师傅。太子殿下，你没事儿，你没事儿，太好了。我能有什么事儿？不过是阿慧想吃桃夭阁的酸糕罢了。啊，对了，九先生，那你现在就吩咐下去，让下人买些回来吧。是。哎，太子殿下，太子妃娘娘想吃酸糕，让思善司做不就好了？为什么要出宫买啊？已经让思善做过了，但是不合阿慧的口味。阿慧未出阁的时候就经常吃桃夭阁的酸糕，那家的酸糕可是京城的头一好。那太子殿下，不如交给我，让我出宫去买啊。刚好我也可以顺便看看酸糕适不适合孕妇食用，很方便，不耽误事儿。我看是你想自己出去玩吧？也行，那就由你出去买吧。九先生，拿上这个令牌，就可以自由出入宫门。但是，切记不要在宫外逗留太久。保证完成任务。去吧。好嘞。今日是拿药的日子，怎么还不来？亲娘见过四殿下。四殿下，许久不见，可否赏脸一叙？来桃夭阁，岂能不找亲娘陪伴？那今天便给殿下弹奏一曲，这是阮大人让属下交给殿下的。酸糕，老板啊，多少钱一个？啊，客官2文钱一个。来一个。好嘞，稍等啊。赵成义呀，赵成义，出宫泡姑娘来了。赵成义，果然是你呀！你怎么在这儿？我还以为四殿下浪子回头了呢，没想到啊。事情不是你想象的这样。不用解释，我都懂。四殿下您风流倜傥，果然是名不虚传。哎，丫头，丫头，丫头，你干嘛？你怎么出宫了？我就好奇，出来看看。没想到啊，殿下，您在宫外还有自己的红颜知己呢。我今天来这儿是有正经事儿，不是你想象中那样。当然是有事了，不然您为什么要到酒楼进行私密会谈呢？我来此处天经地义，倒是你个姑娘家随处乱晃，不怕出事儿？我能有什么事？我这不是刚要走，就被殿下您拦住了。您不会还想让我家主陪您一起吧？我是皇子，多几个女人又能如何？你该不会真的认为我哄了你2次，就要对你上心了吧？嗯？你干嘛？你别跟我演戏啊！姐啊，这个冰块而已啊。赵氏，我带你回宫。四殿下，殿下，孙太医，孙太医在吗？太医，太医，太医，闪开，闪开！二殿下，四殿下，你干什么？你不想让他死就别拦着我。你刚刚喂他吃什么？解药，他这不是病，是断肠丹毒发。你为什么要给他吃断肠丹？啊！我给安插的眼线，喂断肠丹，有什么问题吗？眼线。住手！
能亲眼看着我们的孩子降生。大哥，小贾的医术很好，大哥你。在司药司还和二殿下打了起来，最后二殿下又被太子殿下给带走了。这个路人甲倒是得到了众皇子们的关注，还真不是一个一般的姑娘。大人，您是知道她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吗？她的独特之处，还真不是一般人能发现。那她……行了，下去吧。是，大人。陆姑娘啊，陆姑娘，你可得加快点进度啊！我什么时候回来的呀？糟了，我好像忘记跟冰块2要解药了。我不会又要死了吧？哎呀，这个不是解药吗？这是解药的药方吗？甘蔗寺的御膳，是他送我回来的吗？小贾，太子殿下，身体可好些了？好多了，已经没事了。殿下，你是不是都知道了？知道什么？知道我是那个……我知道，你是二弟派来的眼线。其实没有的。二殿下其实特别关心您，您每次出事他都暗地里调查。他这个人吧，也就是我都知道了。是吗？昨日你毒发之后发生的事情，可解清了不少的谜团。我并不怪你。真的呀？真的。那就好。老四去了英华宫，
我看你手里拿着他的扇子，应该是要去找他吧？哎，四殿小下。贾，哦，给二殿下请安。二殿下，您这脸……做错了事，被打2下，也是理所应当的。好了，二殿下，谁还敢打你呀？不要命啦！老四，他为什么要打你啊？我的确不该逼你吃断肠丹，他打的也没错。你终于良心发现了。虽然你逼迫人家吃毒药不对，但他打人也不太对。对了，二殿下，您跟太子殿下明明互相关心，但是又为什么会闹别扭呢？我跟太子的关系，原来不是这样的。那是什么样的？太子的身体虽然不好，但是从小他都很保护我。保护您？没错，我能有如今的武力成就，都是大哥一力促成的。只是后来，皇长子赵晨玉，宗室守嗣天意所属，立为太子，正位东宫，钦此。谢父皇。殿下，这衣服正合身。耀儿，走。我不走，我要找大哥玩。他从今以后不再是你的大哥了，他是太子了。哦，所以说，太子殿下惦记您，您也惦记太子殿下，你们俩的感情其实还是一直都在的。小贾，我大哥的身体还要靠你多多照顾。二殿下请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太子殿下的。什么解药？那我就做个好人，将你送出宫。